维吾尔文字被删除，中国政府一直在东突厥斯坦进行全面的文化大屠杀，不仅摧毁了维吾尔人的民族身份，而且还消除了维吾尔语的一切。据韩东新闻网报道，在首府乌鲁木齐新疆大学附近的交通标志牌上的维吾尔文字已被当局删除。大二学生麦赫穆提对记者说：“从早到晚，甚至晚上睡觉，我们每天都被监视，逃脱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我们的信念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毒。”对中国东突厥斯坦政策的国际关注，在德国纽伦堡，数百人通过参加游行和集会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阿里博兹和其他土耳其民间社会组织的努力下，周六在纽伦堡举行集会。所有土耳其民族都以自己的旗帜参加集会，并表达了对维吾尔族兄弟的支持。此外，土耳其灰狼组织坦克里分支和土耳其工会的坦克里分支的成员组织了一次游行，以抗议中国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继续合作，为了评估叙利亚的最新发展，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鲁特恰武什奥路带着一个代表团来到俄罗斯。他说，叙利亚和地区问题将继续与俄罗斯和伊朗密切合作。至于清除叙利亚境内的所有恐怖组织，我们有共同意愿。法国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在法国，黄背心在第7周继续示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几周相比，行动中的暴力事件有所减少。此次示威最初是反对油价上涨，但很快演变成全国性的反对政府政策的抗议活动。虽然法国政府后来取消了燃油涨价，但人们仍在继续要求政府做出更多让步，包括减税。沙特雇苏丹童兵去也门打仗，沙特阿拉伯招募苏丹达富的童兵前往也门帮忙打仗。纽约时报报道，苏丹达富长期内战民不聊生，流血冲突使众多家庭陷入无限贫困。沙特阿拉伯在苏丹征童兵，只要加入其在也门部队，一人能领到1万美元。不少人为了赚钱，只能亲手送孩子入火坑。